保育类野生动物姜仔虎，因为看起来真古锥，民众拢想要接近。伫咧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进前着游客涉嫌用棒来甲这姜仔虎绳，互其他民众看到当场翕落来检举。因为这证据充分，这位乱刺的民众也互喊送，将有可能是爱面对着这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上悬30万的罚金。穿空色甲的查某人，甲胖友压伫涂骹，请姜仔虎出来食通翕相，这画面拢互附近的民众翕来通报检举，因为这种做法已经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。架设好摄影器材，并将面包屑撒在摄影区域周边，诱拍进食的画面。全案经警方调查完竣后，于今日将周贤以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，函请宜兰地检署侦办。保育类动物姜仔虎外形古锥，伫太平山区不时为游客会甲饲通翕相，引起生态问题，较会改变野生动物食食的惯势甲生态环境。若是家己无注意，也有可能去喂到小高病。最近的记录是有检验出狂犬病的记录，所以只要民众喂食的话，不仅是影响野生动物的健康，还有它的觅食习性之外，也会让我们人暴露在那个感染狂犬病的一个风险之下。改变它一个行为的部分，就是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，所以依法是可以做相关的裁处。另外，数指出，类似投诉要成案真困难，要有明确录影搜证，包含这个案件。最近拢总查到2件，依照即卖的野保法，这个个案面临1年以下刑期，上悬30万的罚金。农业部研究伫森林法制定条文，禁止民众伫森林游乐区甲自然保育区饲野生动物。若做发现违规，也当提供线索，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